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Inspiration 中文科老師 Miss Ella， 今日嚟教下大家做重組句子嘅題目。做重組句子嘅時候，我哋首先要簡單睇下題目俾嘅所有字，估下呢個句子究竟係想講啲乜嘢。然後我哋就要揾翻個句子入面嘅主語、謂語同埋賓語。呢個句子入面嘅主語係畫家，謂語通常都係一個動詞，畫出。賓語桃花，咁我哋就揾到咯喎，畫家畫出桃花，剩翻低嘅都係一啲形容詞。咁我哋就知道係畫家迅速地畫出粉紅色的桃花。句子最後放句號。剩低嘅兩題就交俾大家試下啦。